国内消息来看，宜兰县政府委托海洋大学来办理安龙溪水域资源的评估，决计会当开放3搭予人耍水上的运动。也毋过为着安全问题，有一寡项目，亲像是过船啊，这是袂当开放的。这项决议，互一寡民间团体甲抗议，讲应该爱实际去试验，才通来做决议。 地溪流杯船是三清乡安龙溪当年许多的人民活动，也毋过这条溪敢是开放，更较侪水域活动项目落水受到质疑。宜兰县政府委托海洋大学办理安龙溪水域油气资源环境承载量评估，决定因为安全考虑，只开放在河段下当杯船漂浮等活动，离石杯船甲插卡船拢无开放。 那这些风险不会单单靠着这些所谓的学术，然后就来去限制它。 这些风险是必须有什么？有像我们这一些持有证照的，我们这些全职的教练，来去替各位去分摊的。有20年水域活动经验的二周教练一回，每一项水域活动拢有危险性。风险本来就由落水的人家己负责，县府无应该只开放部分项目，会当出伫安龙溪的落水甲经营许可，其他项目水域活动也应该开放。那愈侪项目的专业技术会当带学员落水，会当更较密集的境界提供救援，也会较会付。我们也 有一个很大的疑惑，就是说，是不是又是一个在办公室里面大家讨论出来的决定？开放水域列明日期，县府的评估，敢有实际伫溪内将水入掌甲插口啊，唔通只有伫办公室来做结论。它在上游来讲，它水流比较湍急，所以它会有翻覆的危险，所以它基于海大专业的考量，他认为上面只适合泛舟跟漂漂河。 根据海大报告，离石杯船甲插口啊，因为安龙溪水深不足甲坡度影响，较会造成冰船，无建议从事这类活动。另外，当地杯船的业者因为安全考量，也有总量管制，维持现有的2间规模。每间业者有的像你准备当超过20只，官府表示，评估的期末报告已完成协定，会伫春节了后办理有个公告收集各界意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